变种二零制，就机制啊，一样。所以这种在中庸进就讲过啊，有按二行制，有二行制，有分二制，有变种二行制，教会迄个成功是一样。所以你一个人，对自己修道过程，咱有心。天地无为，咱到底有侮辱的，天地是自然，咱袂当达到自然，咱就是免用归因的对一切茫茫的去做，就是要达到这个天地之。所以圣人讲，是讲天地的始之下，这种在进前，当初所讲的，我就带你出，这些都是。那么。咱若做广告的，那是天地之道。天地之道就是你自行自求无息，成就悠久，成就苦苦，成就道义。但是这是修行。咱今日要效法，就是要效法伊自用不息。那么不是这就，咱今日以修反过来。